我係曾維洲傳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好特別嘅話題，就叫做預備身後事。嗱，大家唔使緊張，我哋會用一啲輕鬆安心嘅心情咧，加上神嘅說話嚟到學習點樣去為呢個天家旅程做好準備。等我哋一齊嚟睇下點樣可以做到無悔無恨，可以歡喜回天家。第一，乜嘢係預備身後事呢？嗱，對於長者嚟講有乜重要呢？嗱，預備身後事呢，唔係忌諱嘅事嚟嘅，而係一個有智慧、有愛心嘅計劃，包括去安息禮拜嘅安排啦，預備葬禮嘅形式啊、地點啊，或者你想唱嘅詩歌啊等等。第二咧就係財產嘅分配。要訂立好呢個平安紙或者叫遺囑啦，咁減少家人日後嘅爭拗。第三就係心願嘅表達，留下對家人嘅祝福同埋感謝。第四係靈性嘅準備，確信自己咧係返到天家見到主面嘅。咁預備身後事對於長者又有乜重要呢？嗱，第一我哋可以自己話事。我可以按住自己嘅心意去安排，唔使啲仔女估下咁樣。第二就係減少家人嘅負擔，唔使屋企人喺最傷心嘅時候仲要去煩惱點樣去安排。第三就係留下平安，等家人知道你嘅心願，減少遺憾。譬如有位陳伯，佢提早同啲仔女講定，佢要土葬嘅咁樣。又要用啲白色嘅鮮花咁樣，即係個靈堂裏面咧，全部都要白色鮮花咁樣。咁仲揀定一啲詩歌、奇異恩典啊咁樣。後來喺佢安息主懷之後咧，啲仔女就可以完全跟足佢嘅意思咧去辦。咁整個過程咧都會好平安、好順利啦。聖經點講咧？喺雅各書4章14節嗰度話，佢話其實明天如何啊，你們還不知道。你哋嘅生命係乜嘢呢？原來只是一片嘅雲霧，出現少時就不見了。神提醒我哋嘅生命咧係寶貴嘅，不過但又好短暫，所以我哋要好好嘅去預備。第二個大點，點解長者要及早預備身後事呢？老友記，提早準備咧唔係唔吉利，反而係愛家人同埋有智慧嘅表現。第一，喺我哋自己清醒頭腦嘅時候去做決定，自己可以好清醒咁樣咧去表達我哋嘅意願。第二就係避免日後咧啲家人嘅爭執，減少因為財產分配嘅家庭矛盾，甚至要上法庭對簿公堂，咁就唔好啦。第三咧，我哋要注意靈性嘅預備。我哋唔使擔心俾世俗嘅事務咧去纏繞，我哋可以專心去親近神。第四就係我哋有見證嘅信仰，我哋要用行動話俾人知，我已經準備好見主嘅面啦。聖經喺馬太福音24章44節嗰度話，所以你們要準備，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，人子即係耶穌自己啦，佢就會嚟噶啦。耶穌都叫我哋要常作準備，因為唔知幾時我哋會見主面噶嘛。第三個大點，點樣去協助長者去預備身後事呢？以至可以無悔無憾呢？我哋唔使怕嘅，教會同神係會陪我哋咧行埋呢段路，等大家可以充滿平安同埋盼望。方法一係要有實際嘅安排。一步一步嚟。第一，要立呢個平安紙，可以揾律師啦，或者教會轉介一啲基督教嘅機構去幫手。第二，係可以預設醫療指示，講定咧喺病情嚴重嘅時候，唔好同我插喉，唔使急救，咁呢個就係預設醫療指示。第三，就可以選擇安息禮嘅儀式。自己揀定啲經文詩歌
地點啊咁樣。因為有啲人佢好愛教會，佢好想第日安息禮拜喺教會入邊嚟到舉行啊，唔喺酒店，唔喺大酒店啊、殯儀館嗰啲做啊。咁呢個你要預先講咯啊。第四就要整理有啲物品啊，咁啊平時都要斷捨離啦啊，咁亦都仲將重要嘅文件、保險單啊咁樣就放埋一齊，就話俾屋企人聽啊。好，方法二咧就係心靈嘅準備。第一係要與神和好，透過祈禱認罪啊，向神去講一啲自己心裏面遺憾嘅過錯，去經驗神嘅赦免。第二就係與人和好啊，主動同一啲曾經有嫌隙嘅人去和解。第三要留下祝福，寫信錄音俾屋企人，講出你對佢哋嘅愛同埋感謝。譬如阿紅伯，佢之前同個細佬好唔啱嘅，咁後來佢都鼓起勇氣啊，主動去請個細佬飲茶道歉啊，咁而家兩兄弟咧都和好如初。所以紅伯就話：就算我而家咧走啊，我都安樂晒咯咁樣。嗱，聖經喺馬太福音5章23、24節嗰度話：所以你們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，就把禮物放在壇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後獻上禮物。原來神係好重視我哋同人嘅和好嘅。方法三就係靈性上面嘅確據。第一，肯定呢個救恩，確信自己因信耶穌係得到永生。第二，可以分享見證，同啲兒孫啊朋友咧去講下點樣信耶穌。聖經喺約伯記42章第5節嗰度話：我從前風聞有你，現在親眼看見你。原來我哋將來係會親眼去見到主面嘅。方法四，教會嘅支持。第一，你可以去揾下啲牧者傾偈。牧師傳道咧係會好樂意咧去幫你規劃定你嘅安息禮嘅。第二，你可以參加啲預備課程。有時教會都會辦一啲即係人生終點嘅規劃呢啲講座參加。第三，弟兄姊妹咧要互相支持，讓嗰啲做咗臨終規劃嘅人咧可以分享一下佢哋嘅經驗。聖經加拉太書6章2節嗰度話：你們各人要嘅重擔咧要互相擔當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原來教會咧係一群可以彼此支持嘅人。好啦，總結啦。預備身後事咧，其實即係預備見主面。各位老友記，請你記住，預備身後事咧係有智慧，唔係忌諱。第二就係要減少家人嘅擔心同埋負擔，係愛嘅表現嚟嘅。第三，最重要就係靈性上嘅預備，確信咧係可以返到天家，見到主面。最後咧，我送俾大家一個金句，喺約翰福音14章第2節，佢話：喺我父家裏面有許多嘅住處，若是沒有，我早就告訴你們了。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。原來咧耶穌已經為我哋預備咗天家嘅地方，你都要盡快相信耶穌，預埋你㗎啦，祝福你。